雄。专家有地位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是的，来到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过5关拼奖金上侪35000块，你找得去哦？你抓得去啊！哦，好，今来介绍咱2队的来宾。来欢迎。哦，今日是阮这边先哦。来。哦，同款嘛是阮这边嘛。来。阮撇鱼，嘿，撇鱼来啊，撇鱼来啊，撇鱼强队哦。哦，足强的哦。强队哦，来欢迎。强团队，温上水。哦，啊，今日要甲介绍一下无？介绍你的队员，嘿。介绍一下经纪人。我是博越经济人，我叫英元，啊，我赶快嘛是。英元，你买英元，对，啊，我高雄人，所以我应该台语会使啦。好，来，我刷落去咧。啊，我就足高生的生死的，我叫静琪。哦，我生三个。哇，你嘛是足高的。无影，四个足艰苦的呢。顾这囡仔。啊，就歹势，照过啊，照过。简单的啦，无讲太困难。那你以后唔通徛你边啊？还拢还就是欢迎你哦，欢迎。谢谢囡仔妈妈，好，来，我刷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通大溪上水的魔法师，叫佩奇。通大溪做头门的啦。欢迎。欢迎，好，我刷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票股的助理，我叫仔仔。好，我这边介绍完啦，换你啦哦。我这边啊，足高生的。哦嘛，足后生的是三个啦，嘿嘿，而且太太游玩美丽青春，嘿，但是这红色有较大补一下。歹势，加边大块啦，加边大块，歹势。嘿，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、好兄弟，野球兄弟队长阿雄。大家好，我是这Sunstar艺人棒球队的，这个其实这队内底副队长阿雄。黄金二垒手，足够手臂的，足够棒的。对。啊，阮队长是孙协志啦。哦，啊，我副队长。厉害。啊，今仔日拢带这球员啊，啊是内底这个工作人员做伙来拼奖金。好。李队啊，我是来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球队的经理，我叫做罐头。经理啊，今日欢迎你来，奖金条都等于较好贵啊吼。好，来，我刷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行政中庭，因为球队拢查甫的嘛，所以我就是负责水的。啊，我本身有拍查某囝的棒球，所以我嘛会参名做伙拍球。欢迎后周位，欢迎。好，来个后周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加里的球员，我叫王佑伟。哦，球员啊，我是外野手。球员，外野手。欢迎。啊，算啦，这个应该球员啊嘛，这个球员。来，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球团内底上重要的灵魂人物。我是球迷。上大张的是球迷。哎呀，球迷最重要呢。嘿，有影真正，啊你无带啦啦队哦。你跳一下，我跳一下啦队。嘿，加油，炸裂！跳其实嘛真正上重要就是迄个啦啦队。对啦，有影啦，真正讲球就跟咱咧运动同款吼，啊就亲像咱咧讲台语啊，嘛是咧运动啊，因为咱喙有伫练，啊希望恁今日2队拢会当摕到奖金转去啦。加油！好，今晚进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是，欢迎今日咱上辛苦的国文老师罗公成罗老师，破车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光成，台语真深色，你若接讲就有好成绩。哦，有影，就跟咱讲球同款，你接讲，你就有好的成绩啦。对，无唔对，好，今来咱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我来讲，你来摇。家庭内底派出一个人来讲，另外4个人来摇，上尾啊摇到较侪题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我来讲。你来摇。是要安怎讲，要安怎摇咧？咱这回合吼，都是2边分别派出一个人出来吼，啊，看迄个题目是啥物，用比的、用讲的，互家己的队友来摇，迄个题目是啥物？是，摇到上侪题的迄边，就会使得到这款的奖金5000块啦。哦，现在5000块摕起来吼，好啊，即摆倒一队要来先嘞，阮替恁来养金。杨姐啊。
好，咱先啦，来压球兄弟，好，来，咱就派一个人，来，我来。队长来，专家的。加。来，谢谢。你有2分钟的时间，请开始。几个你？ 2个你，南部拢会放天空咧飞迄，会。唔是啊，咧飞的动物，爱放，爱叫伊转来。啊，混叫。啊，健康。来，啊，3个你拍球的，拍棒球攻出去足远哦，啊慢慢啦走转来，遐3个你。转飞道。哦，健康。啊，2个你，水果黄色的长长。香蕉。健康。啊，2个你，我看到查囡仔吼，啊我喙安尼吼一直流。脆烂。 2个你老讲老烂，唔对，脆烂。啊，对健康。啊，2个你吼，啊，你开伫咧高速公路顶头吼，啊，含人咧拼，迄叫什么？拼车。唔是，就袂使讲着拼啊，改一个名。驾车。啊，健康。过来。啊，几个你6个你。啊，我讲欺负了后，我佮讲，拜托个，什么人来甲我好了，吼，来甲我好了，帮忙一个啦。我咧讲欺负我，啊，结果我佮叫人来甲我帮忙。你会使拍输？第一个字吼，是我拄则讲什么球？棒。放鸡。唔是啦，我咧讲欺负呢，我甲这个人安尼呢，拍拍哪？拍人我救人。我手吼受伤嘛，流血嘛，2个字吼，啊流血了伊会好的时阵，跟屁。啊，健康。对。啊，3个字吼，一个动作吼，啊，你用拐转来了后，爱食猪脚面线，之前你爱先安怎？会咯。3个字。会咯。啊，健康。过来。啊，2个字，你让他跑哦。 2个字吼，会使拍输哦。我这2个字做了，我会转上去啦，嘿。更消啊。啊，2个字吼，一个动作吼，啊，老人伫咧公园内底拢坐伫遐咧创啊。健康。 4个字吼，时间到。是，真老哦。来，下回。咱即摆达到10题啦，所以你要好，来，咱来问个老师哦，有啥物会爱解水哦？有一寡字吼，足罕你快呢，亲像做伊讲的健脾迄个脾对吧？拄则伊讲的啦，若受伤以后流血嘛吼，啊咱的血会减去，啊变做定定，迄其实就是咧保护咱的迄个空喙啦吼。是。啊所以迄个叫做减脾，啊咱定定迄个啊，像讲咱迄个脾用伫其他说是讲咱饭鼎内面有无下骹迄片吼，减去迄叫做饭脾，迄种叫做脾啦吼。啊你粒仔屁哦，唔通空啦，因为空哦，伊会搁流血，所以等你完全好去，较热去安尼。哦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老师，咱拄啊迄啊吼，跟屁迄个屁啊是台语的正字，像阮这2字嘛是台语的正字，吼，阮这叫做加，嘿，老师这2字的意思是啥？因为阮刚才听到煲，吼，真罕你加这个字。对，咱煲就讲。你甲伊讲伊足敖的啊，你甲煲啦，还是讲伊足水的，讲你甲煲。啊，咱讲食煲是讲有的人哦，听到人煲就足欢喜，讲这个人食煲，所以就是希望人甲煲。啊，所以有时会讲囡仔人食煲，啊，若这个囡仔特别拢一定爱人甲煲啊，咱讲这是食煲猪啊，食煲猪啊，嘿，啊，其实就是讲人爱人煲的意思啦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，可以换人啊哦，加油啊，加油，加油啊哦，来，我压力上，足大，别，尽量莫讲着内底字了。你有2分钟的时间，请开始。 2个字，会当食的动物，就是生了摆摆的，细只的，叫声是啥话？叫声是啥？呱呱呱，会当啦。花鸡，哈？花鸡，唔对。第2个字是鸡，什么鸡？什么鸡？啊，这个来。你哇，这里2个字，第一是这心，第2个是第2个字是嘛是什么宝贝？心花，对，这个。哦，就是我摕迄物件去修理物件，什么2个字？我摕什么去修理物件？歹去啊，物件歹去啊，摕什么物件？骗子哦。
不是嘛是，迄落啊，你叫水电来，恁兜修理伊会寒一地什么？唔是一地什么？伊的迄落啊，拢内底啊。伊的什么？开始哦，后来哇，这是咱是男女朋友诶，我送你花，送什么花？什么花？啊，这个，送你是水果，红色细粒的荔枝，伊是用生，食会当较散。啊，这个，我穿的是啥？两个离婚啦。啊，这个，哦，你是属意啦，就是什么物件上重要、上赞的，拢放伫咧上。两队火力全开抢奖金，到底什么人会赢咧？啊，谢不你！要会算 pass，哇，pass，来。哦，五个你，你是属意啦，就是什么物件上重要、上赞的，拢放伫咧上好酒顶上底。啊，这个，来，头星，两个你。第二是，不是，第二是我无啥。哎，你夜休拜什么？新民。第二个是神，头星的两个公公。什么神？什么神？什么神？恭喜恭喜！这题我算你对，这题我算你对来，这题算你对哦。来，好来，恭喜得到8分哦，袂歹哦。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家私啦吼，伊拄则要讲这个啊，因一直讲袂好势。咱一般家私就是有，像阮讲要共修理物件的时候，啊，咱毋是一项尔足济。啊，这家私嘛有时讲家私头啊，啊有时吼要烧拍嘛用穿家私去甲烧拍，迄所以有时会用嚟讲这烧拍啦。哦，啊家私，看起来老师捌烧拍，少年的时捌听人烧拍啦。我爱穿家私啊，哦，迄就是要出去甲人输赢啦。哦，啊咧管打，还是讲管打，管打位啊。查某人吼，惊讲互人感觉较矮吼，啊要互看到较悬哦，伊穿迄种后壁足悬的叫做管打的啦，还是讲管打，嘿。啊，老师伊头拄有一题拍输的，迄是什么意思？迄个叫做地空地笑啦。哦，地空地笑，袂使讲地空地笑啦，就是讲结空结戆的意思吗？毋是结空结戆，伊是讲啊。那像咱看咧济公有无？伊定拢安尼地空地笑，加做空空戆戆啊笑笑安尼啦。哦，啊所以有时，嘿，有时伊明明毋是迄个起笑的人吼，不过伊咧讲话也是讲咧做代志吼，拢互人看到敢若空空笑笑，咱讲毋是真诶，就是讲伊咧地空地笑啊。哦，啊那结空结戆是什么意思？结空结戆，迄是咧装傻。装傻。嘿，加做戆戆毋捌，唔知影。伊一种是装疯卖傻，啊有一个是装傻。对，无啥共款嘿。好，来，咱即摆来看两队的分数吼。先我看阮这边。这边得到8分。哦，啊那咱讲球的，好兄弟咧。10分。这拢是有奖金的哦。是，所以咱即马就是咱这野球兄弟得到5000块咯。摕起来，对啦，好，咱继续哦，加油哦！好，今仔的第2回合，手搭定高机。手搭定高机，两队派出一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手搭定高机。台语安怎讲？是台语安怎讲？嘿，这回合吼，咱就请一个外国朋友 Kevin 用镜头带咱去游台湾。嘿，哦，啊，若拄着好食的好耍的，啊，伊袂晓讲台语，就摕转来问大家啦。好，来，今日咱甲介绍第1位嘛，吼，是4个囡仔的妈妈。嘿，对。是。啊，上大汉的几岁啊？16岁。哇！16岁。啊，你的秋天都很早来啊呢？阮兜住在铁基路边，较无啥物代志。所以讲，伊拢是安尼歹势，哦，安尼就有啊。反正铁基路咧照过，伊嘛咧照过哦。是，啊，迄落啊，有为，结婚未？我阿伯，够少年啊。啊，以后想要生几个？先莫讲好啊。先莫讲。因为今摆。啊，你等下一个笑过者。
已经嘛无叫红过啊，已经嘛无要叫红过啊。袂使。是啦，有影有囡仔就是福气啦。好，来，秀坑的两个点名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带会当试哦。好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未了这个年啊，我是对巴西来的 Kevin。你看嘛，今仔日我来到花莲的理想大地度假饭店，而且吼，今仔日我要过一暝，所以呢，今仔日我要邀请你来跟我看内底有啥物有趣味的台语节目，好不好 ？Let's go！ 来，我即马呢来甲大家特别介绍这个椅啊，这条椅啊呢，嘛是一个古董哦。啊，为什么伊遐尼啊特别呢？因为这个椅啊吼是对地中海来的一个古董。啊，佫有哦，恁看卖，这吼都是吼古早的一寡吼兵器，啊，这兵器吼，因都是摕来做这张椅啊，吼，所以这是这尼啊特别的一个古董啦，吼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出题目啊哦，请问古董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古董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古董的台语安怎讲？来，请出答。哦，有味，来来，古董，古董。确定啊！哎，敢有这简单？相信自己嘛。对啊，我确定。确定哈。好，来老师，古董对不对？正确。好，来分钟。恭喜你得1分哦。来，咱来听老师解释。来，老师。对，这就是照字讲啦吼。是。啊，这个董哦，伊有两个音啦吼。啊，咱底下用迄个文头音念做古董。啊，除了董以外，伊念做董，所以咱讲董事长，还是讲人姓这个字的吼嘛，叫伊姓董的，哦，所以董什么名吼，像讲人的姓吼，啊，甲这个董事长这种情形，咱用白话音讲，就是叫做董。啊，那普通写文头音，伊就是董。是，恭喜！好来，咱个换人好加油哦，好啦。来，拄啊，迄拢应该真简单啦，吼。古董拢会晓。刷落去就是更较简单啦。吼，手放在两个顶面，绝对互恁简单的。然后讲请手台湾带当试哦。系啊，袂使偷试。来，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恁看卖啊，我这后壁吼，才有一个酒吧吼，会当甲朋友来甲出来人吼，会当小酌一下吼。啊，看卖啊，这我边啊嘛，嘛是这个壶吼，所以会当拿啉酒吼，啊拿笑安尼，啊，佫有这个啦，你看卖，啊，这吼嘛是有一个水晶灯吼，所以这个气氛吼，就是规个咱足赞的，足赞的。好，我知影要做咩题目啊？请问水晶灯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水晶灯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水晶灯的台语安怎讲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试看卖咧。罐头。老实讲唔知啦，不过水晶灯、水晶电火，唔知。水什么？我讲水晶电火。好，确定哦。我问老师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咪水晶电火？歹势，唔对。太难。好，来，机会来啊，简单的。佩奇。水晶灯。水晶灯。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水晶灯。歹势，迄个晶的音唔对啦，音是晶啦。咱一般迄个水晶，咱台语就叫做水晶啦。啊，这种灯咱就叫做水晶灯啦。啊，你拄来讲迄个水晶哦，迄个晶是，这个字原来有迄个音，不过咱无用伫这个所在。咱来讲电晶体的收音机，迄个时阵来讲电晶体啦。哦，安尼来讲水晶，所以咱台语真麻烦，就讲大多数的字拢几哪个音啦。上少有两个音，一个叫白话音，一个叫文头音啦。啊，拄则迄个水晶哦，伊就是用白话音来讲。啊，那晶是文头音，不过伫这个所在，咱一般无讲水晶，咱讲水晶。水晶灯，水晶灯，水晶。就阮宜兰以前有一个迄落酒家叫水晶宫。所以讲我拢会知啊，嘿。内底应该嘛真不离啊水哦。就是迄个音的问题啦，晶甲晶，对，这个字会当念晶是无唔对，不过用伫这个情形下，咱一般讲水晶，无讲水晶啦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不要紧，音差不出啊，尔，咱有对啊就好啊，袂困难，袂困难，不要紧。拢无得分，换题嘛，咱就会得分啦。好，来，佮加油，换人。
其实哦，要换一个球队，较想也无简单真正的呢。对，啊，你一查某囡仔爱管这查甫囡仔，臭男生敢有要你管？无啦，我都管啦，那我都。哦，啊，你只有发时间互因讲咱去倒位安尼。系啊，啊不因去一步安尼。因为这拢是迄落啊，逐年拢有比赛，起码刚有比赛。有，今年就有。当时，阮11月12号。今年三团，今年三团。咱11月12号伫新庄，有一场。嘿，啊12月9号、10号，12月10号伫个台中嘛有一场，希望大家会当进来入场来捧场，嘿啊，管发票就会使入场。哦，管发票就会当入场啊。所以就是大家来同齐做好台，对，比赛。嘿，那咱这边的迄落啊，吼，你嘛是演员嘛，是嘛？演员啊，不是演员啊，我经纪人啊，妈妈桑了。哦，妈妈桑，你讲的知影无？妈妈桑，妈妈桑。你即嘛是什么丁的，什么桑的迄个？什么姜啊？什么丁啊？还是进巴黎？我嘛不知道。是啊，你会带你的艺人去参加这种有意义的活动。之前嘛有去开球过。哦，真好。其实这对咱拢是加分的。嘿啊，不管也是讲是什么公益的啊，啥咱拢去参加者。嘿啊，对咱有加分就好啊。吼，是啊，咱加油呢。加油！我来，手跟个脸顶，无你行啊，是较赞尔啊。王哥恰齐。嘿，无唔对。好，来，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来到理想台地大饭店吼，嘛当体验这个煮法。这个煮法哦，总共有15分钟的这个行程哈。啊，我来请教一下老师，嘿，你好，又过来啊哈。请问这个煮法吼，伊是爱有人咧过这款船啊，还是这是电动的？哦，阮即摆迄拢是用电动的。哦，电动的哦。哦，理解。好，啊，你敢知影煮法的台语要安怎讲？这台语要安怎讲？我唔知诶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来问咱观众朋友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请问煮法的台语安怎讲？请问煮法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嘿，煮法的台语安怎讲？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英文。滴滑。滑。用滑的。用滑的。哦，电滑。哎呦，较电。应该是安尼，因为滑的嘛。哦。滴滑，应该是吧？我唔知，应该是安尼。不要紧，咱有机会。好，有机会，加讲就好。对。老师，来，是不是滴滑？安对不对？唔对哦。因为咱无定定你讲，好，不要紧，机会来呀。滴白啊！哦，有这个意思哦，吼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滴白啊？健康。哦。带分数。你得到第2分哦。行啦，咱叫做滴白啊咧，咱来问老师哈，来，老师。因为伊爱用足个滴讲吼，甲白做伙吼，啊再甲白解。所以咱台语就叫滴白啊，当然唔是干那即马有足侪唔是用滴啊做的啦，有塑胶的啦。啊你若唔是滴啊，你就讲白啊。啊你若滴啊做的，讲滴白啊，拢会使讲。是，不要紧，咱个学着啊。嘿啊，互咱个加油继续嘛，因即马2分尔，咱个有哦。够机会，够机会哦。好，来，咱换人。好，2位哦，阿加咱的阿丹，阿加阿丹，对，阿丹，嘿，有影，对啊，其实是无困难啦吼，咱的阮的题目，啊，拄啊，迄你有知影哪讲无？滴白啊，我唔知。滴白啊，你唔知？我学着。学着啊吼。但是你台语讲啊，音真准啊。啊，因为我是屏东人。屏东人啊，不过无定定讲。无。是，啊，若要讲就是阿丹应该是。对，我从细汉就拢讲台语大汉到即摆。是。好，同款，咱加油一下哦。来，手跟个两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答咱台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最后想问你吼，因为即马吼现代拢会当用电动的吼，将这个煮法吼，会当叮当，对唔对？吼载人。啊，除了这个电动的方法吼，敢有有啥物其他的方法会当互这个煮法叮当？来，这支，这支叫啥物？这个竹竿。竹竿哦，啊，这是要安怎互咱的煮法叮当啊？就是在后面，你后边啊？在后边这。哦，爱用推哦，嘿，就可以推船的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哦，来，我敢袂当试看卖。
来，你试看嘛。来，我来试看嘛，你搞我提雨伞一个，好来，来哦，哦，哎，出力，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啊，甲拖到下骹去，上下骹去哦，对哦，有迄个土，才会当哦感觉到。后来，啊若要倒退路咧，倒退路落来去头前，敢毋是？嘿对，爱换一边。好，原来是安尼 ，OK， 安尼我知影。来这好啊，安尼我来出题目哦。这咱华语叫啥名啊？这个船桨。船桨，好，安尼咱来问咱观众朋友船桨的台语用怎讲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，请问船桨的台语安怎讲？船桨的台语哦，哈，来，请就答。你后壁一摆，我倒你知？你好给我做了介好，是你给我讲一解。老师是不是？会使来讲吧？到底讲出什么惊人的答案呢？互全场听甲嘴开开咧！船桨的台语哦，哈，来，请就答。不要紧，等试看麦。试看麦。船桨。你这台南人一感觉咩啊？顾船你迄船桨。我知影提牌啊，会当安尼提啊，船桨单独讲就较少啦，对我来讲。是船桨后壁一摆，我倒你知？你好给我做了介好，是你给我讲一解。船桨，哎，讲话你知？好，我来问老师哦，老师是不是船桨？会使来讲。全村的希望呢？来，分数先甲加入去。你得第三分哦！哇，全力打！我来问一下老师，老师，你拄啊无拔倒啊？无，我想要问因讲，因感觉答案是啥物？是，但我是想讲，无啥可能是直接翻啦。我来讲，我可能会讲，白啊。爬，嘿，白啦，船爬白啊，白啊，所以你嘛唔知影答案就对啦。我唔知影，但是我感觉无啥可能是船桨，一只船啊，伊讲船，唔是讲船，船就袂对啦。对啊，对。这个物件其实有足侪讲法的啦。其实伊讲迄支唔是船桨啦，对，迄支唔是啊，是梯刀用的啦。咱是过船啊用的，过船啊迄吼，迄有足侪讲法的啦。咱会使讲。迄个路啦，咱有俗语讲吼，有风唔使船，无风才要激路。哦，所以嘛使叫做路。老师，路是用摇的呢。对啊，同款啊，伊迄是固定的啦。有的是活动的，有的是固定的。伊是用土的。伊这唔是啊，不过伊讲要问船桨嘛吼，所以咱就讲伊这个。那照是讲，伊唔是船桨啦，伊是一个竹篙尔啦。我说提钩啊，伊就是竹篙尔啦，竹篙用来提船的啦。系啊，一定要因为唔是船桨，不过伊要问船桨，咱讲船桨啦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个吼，叫做船杯啦。所以对咱讲船杯啊嘛唔对啦，船杯是一种扁扁的。像咱讲喙鸭的喙有无？对鸭的喙杯啦。像讲黑面皮鹭那个乌面腊杯啦，有种扁扁的物件叫做杯啦，所以这会使叫做船杯啦。白灵船咧用的迄支就是船杯啦，白灵船迄支。迄会使叫做船杯，当然腔口差有人讲船杯啦，但是袂使讲船杯啦。所以迄是杯，唔是杯，唔是白啦吼。搁来有另外一个，就是伊拄仔讲的讲桨啦，还是讲桨啊啦。咱一般讲桨啊是无讲船，不过伊讲船桨啊甲斗起来，应该是会当接受。像咱讲船杯嘛是讲船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讲伊讲船桨嘛是会使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阿丹，你有老师的缘哦。真的，谢谢老师。看到老师都没要。嘿，缘无去啊！你唔通安尼。哎，咱这边爱加油的咧。哦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是。哎。阮拄还是讲哦，咱这吼台语的名哦无好念。对。啊，不过有当时咱的名若去拄着广东话啊，更较歹念，无好念，嘛无好听。对。是。啊，无你试看卖，广东话袂歹。广东话袂歹。我的名叫做阿虫吧。阿虫是我吧？阿翔。阿姨，我的名林
更当位着蓝嘛，拍蓝拍啊，鱼，蓝拍鱼，蓝拍鱼啊，哇，更当位名啦，你是念念较是原咱台语较水，对屁股好听哦，是阿雄，因为啊，所以讲咱甲台语好好啊念，好啊甲传落去。对。好，来手放喺另一加油哦，加油哦！上尾啊一地安尼。希望恁这队会使开市，开市啦，好无？啊，若要开市就看一个啦。好啦好，会扭一下啦吼。是，袂使比赛无咧扭的，比赛扭就无尊重对方，对不对？运动加精神，拍球嘛袂使讲拍假球，啊有影，一定不当拍。对。是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观众朋友，您看卖哦。这个煮法的屋顶吼，是用一种较长的这个树叶哈，这款的叶子哈，就是叫做胡葵树的叶子哈。你敢唔知影济公的迄个扇子哈，就是用这个胡葵树叶的叶子哈去做的。好，啊，你我要来出题目哦，请问胡葵叶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蒲葵叶的台语安怎讲？蒲葵。蒲葵哦，好，来，咱请就答。这不是哦，试看麦。冇紧。来，这华语咱都拢唔知，我都唔捌看。对啊，这台语那可能会对。葵，破葵叶啊，破葵叶啊，葵花，破葵。唔是，迄个是叫做什么是？葵啊，唔是啊，葵破葵叶啊。你是破龟啊叶呀，破龟。你我淡薄忝呢，你帮我破龟啊叶一个。破龟叶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破葵叶？还是唔对？好，不要紧，机会啦。意料中的代志。是。哇塞！你讲看卖啊？你就莫直翻啊！你用你家己的想法，讲一个新的答案。我唔知影啊，我无看过迄是啥物叶啊？嘿，我真正唔知影呢。不要紧，因为要因开始。对，咱甲提一个，好不好？亏是嘛吼。亏是，不是破啦。铺哦，哎呦，铺葵叶啊，铺葵叶啊。哦，对，你解一下。铺葵叶啊，差不多。哎呦，铺葵叶啊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铺葵叶啊？唔对。迄个音呐，迄个音。你这罗马拼音我嘛看无，这是要请教老师。不要紧，老师会来给咱解说吼。来，老师。这哦，普通无咧用啦吼，啊，这是就照这两字啦，因为这是无读的物件吼，咱照文字讲吼，念做煲葵啦，煲葵叶。啊，因拄只吼，像个破葵啊，两个音拢唔对啦，煲葵啦，煲葵，嘿，啊，当然有人讲迄较亏钱的亏是毋是共？对啊，迄字是共字，不过音无共款啦。哦，伊照文头音来念煲葵啦，煲葵叶。哦，其实音无好念呢。对，无好念。好，不要紧，谢谢老师，咱嘛学着啦。细讲迄个亏线啦，想要煲是嘛破亏就好啊啦。无紧，咱莫去坐迄阵就好啊。不要紧，咱拄啊就足想要去甲迄落啊吼，互因开一下市。那就无多啊。不要紧，咱就先请回啦。好啦，谢谢。啊，你有笑容呢，伊拢无笑容。安尼吼。你也是莫笑啦，莫笑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分数。好，来，是。咱先来看咱上强的啦，上强的一直坚持到底，就是灵魂。不要紧，咱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那咱的兄弟咧，野球兄弟得到3分哦。啊，你奖金呢？因这回合的奖金1万块，所以天气了15000块。厉害！好，不要紧，赶快搁同齐来去拼啦。好，第3回合，来去咱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位家庭10个人斗阵就在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是，这个回合是咱10个同齐佚佗这个游戏。是的。有什么计划无？来，咱既然这么尔强，拢
拢两，咱来计划者。就是爱开机，开机，啊就是开机，红色，红险甲泡开就对啊。袂使放伫工一个篮仔内因咱徛伫遮拢会讲即个台词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无唔对，阮即个回合哦，真紧就冰盘。你这回合的奖金2万嘛，啊，因这15000，你若得到，你就比较济。你就比我济啊。啊，那咱这边兄弟的吼，啊，等地我是无啥惊啦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其实阮本来是有计划啦，有计划，有计划啥？但是计划赶袂到变化，开起就卖计划好。哦，要开起，上好的计划，好的计划就是无计划，无计划。是，好来，小伟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生理人有时阵吼会讲今仔日花花啊啦？请问花花啊是啥物意思咧 ？A. 物件卖出去 ；B. 就是生理真好 ；C. 会得过啦。好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请开始。花花啊，一定有啦，拢听人讲啦。这唔知影有咧做生理我应该是无定就有哦。我是来，剩5秒哦，4、3、确定2、1，来，期待。真团结。哎呦，迄两只嘛拢放喺一个篮内底。两堆的拢放一个篮。我来问一个组长，伊的计划是安怎的安尼哩？吼，来，组长。无啥物计划啊，就是咱讲迄今仔日花花，啊，恁今仔日演戏啊，台词讲咱来花花啊，你过啦，嘿，会使过来，对啦，安尼啦，是意思是安尼。好，啊那咱这边咧。这题我自细汉拢会听到阮爸爸咧讲，因为阮爸爸就是做生意，阮爸爸开表啊甲目镜行，啊我常常人来人客若来，阮爸爸咧拍电话嘛，啊生意好无？花花啊啦，对，花啊就OK 啦，过会得过。伊啊讲生意真好，伊袂讲花啊啦，伊讲无用气茶，系啊，就无用，有够无用的啦，应该是安尼啦。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命拢留着两堆拢留5个啦，是无唔对。好，咱来听老师解说。来，老师。做生意的人啦吼，像伊拄则讲的，讲人若问讲，啊，你今仔生意安怎？啊，讲花花啊，就是讲，唔是完全无人客，啊，但是嘛无足侪人客，不过加减了，佫有人客来买。啊，咱就讲花花，啊，若生意足好的吼，咱就讲生意足家呀的。家呀，就袂敢若讲花花啊啦。是。好，即嘛命拢留着啊，我刷落去哦。好，来，请试后一题。好，来，小伟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俗语伫咧讲“低头唔顾顾鸭无卵”是啥物意思？你敢知 ？A. 讲人吼唔捌重点 ；B. 就是讲伊无做迄个正经的头路 ；C. 就是管家婆爱管代志。哦，好，来，恁有3秒的时间。应该是第3，是家婆爱管代志啦。嘿，还是讲无爱做迄个正经头路啦，做头路。就是讲诶，拢无讲人，拢无重点啦。嘿啦，唔捌重点啦，我白做嘿啊。来哦，时间到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请起答案。哦，这个有较无共款的哦。哎呦，好，我来即马来问一下，来，是安那你的起笔？是啊，我的起笔哦，因为我本来想要要 C， 啊，不过呢，因为咧，阮答案足劲的，啊，大家都要 C， 我想我安尼规都死去啊，无法度。我不要紧，我敢死队，我出来要 B。哦，较接近无共款的答案安尼。无唔对，无唔对，无若要死，全部拢死啊！收危险，对，风险甲分开啊！吼，啊，那咱队长咧，是安那你是 A， 无确定啦，无确定，所以我选 A。了解。因为你若是牺牲，啊，佫有遮个人。对啊。哦，是。真伟大。你是安那 A？A、B、A、C、B。这哦，这算。所以这题应该大家较唔知哦。这算分配啦，哦。但是啊，等伊有想法啦，伊讲低头是代表什么？低头早期，低头是较像咧食饭的家私，所以做田早期人做田嘛，所以我低头当作是正经的正经的代志啊，正经的代志。对啊。
照字面安尼读起来，应该是爱做正经的代志，唔做其他的代志安尼。是，你即马讲我拢足相信你。对呢，对呢。即马讲话愈来愈分量，真正。我较肯你唔对，但是老师会讲你对。对。老师比爱心嘛。老师你后来想想，甲伊讲，对。是。好，咱即马来看一个哦，哈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袂歹，医生好讲介绍。好，来，咱 A。请起失败。哇，好加载，我选 A。哇，好加载，我选 A 哦。这边一条喵，阮上强的队是一条喵，啊，咱兄弟这边两条喵。好，来，这题应该是大家拢较无理解。毋捌听过。咱听老师来解说哦，哈，来，老师。伊拄则咧讲哦，已经有差不多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讲，老师你讲阿丹吗？对。老师咱趁机啊。伊咧讲较早是农业社会嘛吼，所以大家人主要拢是咧做田做事啦吼。啊，你伫咧田内面要紧的工，迄个技师就是咧猪头嘛，所以你上要紧，家迄猪头顾好。结果你咧做田的时候，你捡到一粒鸭母卵哦，啊，你就欢喜到怎袂记咧做田哦，安尼就是讲人哦。唔知要紧的是咩，唔捌重点啦。所以要紧的是你爱甲田做好，啊，袂使因为你捡到一粒鸭母卵哦，你就顾迄粒鸭母卵哦，田就放咧远啦，安尼就是唔捌重点啦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不过老师你有感觉真奇怪哦，伊拄仔讲了真好对无？啊，不过伊选唔对。系啊，你是唔知 A、B、C 吼？小可看无啦。哦，安尼啊，机会好啦。不要紧嘅，后一个会我等好，我甲你介绍。对啦，台语好，英文煞看无。是，你看，伊牺牲家己啦，留恁两位啦。谢谢啦，谢谢。是，咱搁继续哦，咱这边，队长，咱加油哦！剩你一个哦。好，来，咱试一个。后一题。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历史上头一支野球队是对日本时代就开始啊，甚至伊搁到日本迄个甲子园去比赛。恁敢知影是倒一间学校成立的棒球队、野球队咧 ？A. 台南一中 ，B. 建国中学 ，C. 高雄中学。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这吼，一个是体育主播，哦，一个是黄金二垒手，无唔对，这应该爱知影，哦，哎，人拢唔知影咧，啊，拢拍下声，哎呦，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起答案 A C， 哦 A C。哦，这边看起来应该较有风险哦，我先问阮这边的队长，来，上个队长，应该是无可能是 B 啦，建国中学伫我厝边啊，啊，伊上出名的是橄榄球队。啊，对，啊，建国野球无，应该是无。无听过。A 是台南应该是上早发展的所在，所以我是讲台南，日本时代，应该是台南。好，来，咱这边的。我嘛是看台南啦，但是想讲，既然有2个人，无咱嘛分配一个啊。哎呦！啊，我其实吼，你这个题目开始咧出的时阵，印象当中应该是嘉义迄个学校。对啦，我无嘉义啊。结果无嘉义啊，啊是嘉义迄间学校，结果建国中学。应该是嘉农吧，应该是嘉农啦，嘉农。唔是，伊是去遐比赛比较有得名。对啦。啊，即摆讲的是头一个去比的。头一个，对。哎呀，台南试看嘛。试看卖吼，因为你家己嘛真紧啦。是啊，是啊，那你会死咧。其实我即摆想要改，我想要改 B 呢。哎呀，袂有啊，时间到啊。咱来看一下哦，正确的答案是 B。哎呦，是不是嘉义已经去到建国中学？嘉义已经叫建国的啦。哇！哎呦，拢个再会啊啦！再会啦！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解说吼。来，老师。较早吼，这个日本人真爱拍野球啦吼。是。所以上早成立的是伫台北这间建国中学啦。因为迄当中其实吼，伫台湾迄个读个中学的吼，日本人为主啦，主要拢日本人啦。啊，所以因就是吼，咱讲这个建国中学离这总督府无远啦。
哦，咱总督府就是咱即摆总统府啦。是。所以那是日本的一寡要紧的迄个官员的子弟伫遐咧读册啦。啊，因真重视这，所以因上早成立这个球队，嘛有去日本拍过球。当然去日本的成绩无像尾下迄个家己龙岗遐尼好啦。所以大家拢较知影迄间学校，因为伊去日本比赛是有得到足好的成绩，连日本人都惊一个讲哦，台湾囡仔遮够拍球。啊，迄个球队内面都有台湾人，甲咱在地啊，甲原住民，哦，拢做伙去拍球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因为伊问的是头一去的，头一个去的吼。是嘿。哦好，进来看分数好不？先看阮这边的上强的团。请甲阮试失败，谢谢，再会啦，嘿，啊那咱这边兄弟咧，嘛请甲阮试失败，啊嘛是零，啊，不过阮已经有赢的嘛，对，赢的咱是有奖金的吼，是不是？虽然就是这边，虽然两边这回合拢摕无到奖金，但是进前累积的这边有15000块，所以在进入咱的迄个摕奖金游台湾。好，进来咱的摕奖金游台湾。摕奖金游台湾，拢总有5组题目，每一个家庭成员轮流讲出正确的台湾地名，只要30秒以内，甲5个题目拢总讲出正确答案，就会当将头前累积的奖金全部摕走咯。摕奖金游台湾是咱即马目前的奖金偌济？15000块啦！15000块，所以讲咱这是秒的呢。系啊，哇，15秒哦！啊，15秒开始回答就扣秒数啊，是不是无啥够？对啊，咱电话落去就无啊。对啊，所以阮搁加30秒好不好？哇，30秒呢？45秒啊！45秒啊！有几题？5题。5题哦。是啊，咱今日要游的台湾是几多位？哦，咱今摆要游的是咱全台湾哦一寡较出名的海花。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首先看女王头个招大招，啊，正确，来，五乱皮甲南瓜冰冻，啊，正确，过来，过来是看夕阳啊，到淡水，好，正，不是，大家领事馆上刺激的奖金赛，因会当提走偌济咧？上个咱请出题。首先看女王头个招大招，啊，正确，过来，五乱皮甲南瓜冰冻，啊，正确，过来，过来是看夕阳啊，到淡水，好，正，不是，大家领事馆打到高雄，啊，正确，过来。刷掉新北的贡寮，不是贡寮，新北的加冰冻的普隆，正确，过来，来，啊，台南安平，不是台南的倒位，有迄个鱼光岛，台南安平啊，什么？黄金海花，啊，正确。你看拢比搁较紧张啊！后来咱请。开起来，哦，开起来哦。哦，这个因拄则讲了无唔对啦，新北的野柳，这应该是全世界拢知影啦，因为这个女王头，敢若咱遮有啦吼。哎，啊，听讲叶冠可能无偌久要会登去。哎，无法度。老师是登去还是登去？登去啦，嘿啦，是。啊，这屏东的垦丁啦吼，这我想嘛是大家拢知啦吼。哎，因为这海边啊足有名的啦。哦，还有一个迄个灯塔啦吼。好，过来后一个是。啊，这开始讲着淡水吼。对啦，这个叫啥大狗啊？西亚湾啊，对啦。西亚湾。迄个红毛城这是淡水啦。对啦。哦，啊，这个唔是，这唔是红毛城，这是打狗的领事馆。所以咱知影讲打狗就一定伫高雄的嘛，因为打狗就是高雄嘛。啊，迄个名吼，迄个地名叫做西亚湾啦。西亚湾。哎，不是西亚湾，啊，咱叫做西亚湾对。这个字吼，伫咱台湾的地名，真侪所在有这个字拢叫做湾啦，就讲。咱台湾本身就是湾，台湾，啊西亚湾是西亚湾啦，啊像阮家人有一个所在叫做三沙湾，也是叫做湾啦吼，西亚湾，对，西亚湾，对，啊过来咱拄来讲迄个新北的福隆就是便当啦，卖福隆便当就对啊，便当，好食的便当吼，就名，而且这个贡寮吼，咱台语实际上唔是叫做贡寮，叫做孔仔寮啦，孔仔寮，在地人拢讲孔仔寮啦，啊外地人才会讲贡寮啦，对啦，哦这是孔仔寮啦，孔仔寮。嘿，啊，
啊，过来迄个金海花哦，金系啊，伊对咱讲的是音不小可无准啊，用金海花应该是金海花，金海花，金海合解。啊，不过基本上无什么大问题，使无什么问题，使可以看。好，这个是你讲的啊，老师讲你无问题啦。对对对。谢谢老师，阮拄啊足拍拼，你赶紧的叫你提示对。嘿，甲奖金摕到转去呢。是好，来咱看者，咱即摆奖金偌济？咱即摆奖金就是剩9秒，所以就得到9000块。袂歹袂歹袂歹。好，咱即摆进来去颁奖。来，颁奖颁奖。谢谢啦，谢谢啦，谢谢。观众，我你谢什么啊？有意高兴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是感谢咱辛苦的罗公成罗老师罗啦。多谢。专家有智慧，斗阵拼台语，欢迎大家拢欢喜。再会，再会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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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应该来啊，今日都见到。